我真係好開心得到 Knit and Stitch 大會嘅認可，呢個好消息終於可以同大家講啦。其實過去呢個禮拜呢，我一直都同 Knit and Stitch 主辦單位傾緊，希望可以為自己啦同埋大家呢爭取一個門票優惠。如果你有睇上條短片呢，應該都知道官方嘅普通成人門票呢係要20.95磅，再加埋手續費4.25磅呢，其實一張普通嘅成人門票呢係要25.2磅㗎，就算去半日呢都要19.75磅嘅。而而家呢，透過我去買，只需要15磅呢就可以有一張嘅普通嘅成人門票，7磅半一張兒童門票，而呢兩個價錢呢已經包埋所有手續費㗎啦。不過官方呢係有一個條件嘅，就係呢我哋要至少10個人先可以呢享受呢個獨家團體優惠。所以如果你一直都好想去 Knit and Stitch 倫敦站，今次就係一個好機會啦！大家立即行動啦，留言 Go Go Go， 我就即刻 send 詳細資料俾你。如果你身邊都有中意編織或者係手作嘅人，記得分享埋俾佢哋知啦。